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上最不缺的就是剑客了。每一代的江湖都会出现那么一两个陆地剑仙。黄三甲将气运引入江湖后，强者的数量暴增，江湖进入了一个鼎盛期。那么都出现了多少位陆地剑仙呢？第一位李淳罡，雪中剑道最强的存在。李淳罡在甲子前就已经一只脚踏入剑仙境界了，他是当时的天下第一。年轻时候的李淳罡，世间剑士独我李淳罡一人，世间名剑独我木马牛一柄。那个时代的江湖是李淳罡一个人的江湖。作为吕祖之后500年一见的剑仙大才，李淳罡年纪轻轻，境界却上升的极快。在年少握剑时，便知道自己会成为天下第一。16岁进入金刚境，19岁止玄，24岁天象。巅峰时期，李淳罡剑道修为直逼吕祖吕洞玄，剑术也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剑道。两袖青蛇是他的剑术巅峰，而剑开天门则是他的剑道巅峰。只可惜因绿袍儿的死，李淳罡遭受此生最大的挫折，境界一泻千里，数10年的时间都没能解开心结。直到和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，大雪凭一声剑来，重回到陆地神仙境，广陵江畔更是直入天人境。巅峰一战后，李淳罡了却了所有的遗憾，借剑给后辈开山后，李淳罡走向了生命终点。死前见到了绿袍儿的转世小绿袍。第2位吴素，徐凤年的母亲，北凉的王妃。吴素是吴家剑主上一代剑冠，也是这个江湖上用剑最出色的女子。一直修行下去的话，绝对是李淳罡之后又一位陆地剑仙，而且是江湖上从没有过的女子剑仙。可惜吴素爱上了徐骁，为了徐骁不惜和吴家剑种决裂，自那以后也放弃了手中的剑，安心的相夫教子。直到白衣案的爆发，为了保护肚子当中的孩子，吴素强入陆地神仙境，达到剑仙境。虽然逃掉了围杀，但是落下了病根，生下徐龙象后病逝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上最不缺的就是剑客了。那么都有多少剑客达到陆地神仙境界的呢？第3位邓太阿，以下乘剑术正道走上巅峰的又一位剑神。初代张家圣人曾说过，邓太阿是1000年来剑术最强之一，剑术杀伤力无人能敌。作为吴家剑种的私生子，邓太阿幼年时被带回吴家，在剑种当中曾受过吴素的一饭之恩和授业之恩。走上武道之路后，以极快的速度登临武平前3。李淳罡之后，江湖上的又一位剑神。因手持桃花枝被称为桃花剑神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这个江湖上值得他用剑的人不多。止玄境第1，天象境时便能盯杀陆地神仙境的赵宣素，作为徐凤年的便宜舅舅，当年受了吴素的恩，全部回报在了徐凤年的身上。在北莽大战拓跋菩萨时，借李淳罡一剑补全了剑道，进入陆地神仙境。据北城之战前，手持本命太阿剑达到巅峰天人境，天门前斩杀81位仙人。第4位翠花，翠花是这一代吴家剑种的剑士，和以往不同，这一代的剑士实力和天赋都超过剑冠。在芦苇荡吴六鼎出手挑战李淳罡时，翠花也出手，他的剑受到了李淳罡的夸赞。翠花的天赋也的确是拿得出手，这一战收获了很多。他最巅峰的时候就是在巨尾城之战时了，和吴六鼎镇守一处城门的他，在和大军厮杀的过程中突破到陆地神仙境，成为江湖中又一位女子剑仙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上最不缺的就是剑客了。每一代的江湖都会出现那么1、2个陆地剑仙。黄三甲将气运引入江湖后，强者的数量暴增，江湖进入一个鼎盛期。那么都出现了多少位陆地剑仙呢？第6位江泥。论剑道天赋，江泥的天赋连李淳罡都羡慕，他天生就是练剑的坯子。徐凤年第2次游历时，江泥也跟着过去了。路上老剑神一直想要将江泥收为自己的弟子。作为天生剑坯和万剑共主的江泥，开始练剑后并没有付出多少的辛苦，境界就达到了陆地剑仙境，学会了李淳罡的剑开天门。境界虽然上去了，但江泥的战斗意识太差，战斗力也不强，所以平常最多的就是御剑飞行来吓唬一些不懂行的人。第7位随邪谷，随邪谷是曾和李淳罡互换了一臂的狠人，是西楚剑皇还有老黄的师傅，一位活了100岁的老怪物，早早的就达到了陆地神仙境。随邪谷又被称作吃剑老祖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吃遍天下名剑，曾在神武城时借剑给邓太阿，杀死了韩雕寺。据北城之战时，土尽积攒了100年的剑气，形成了2座剑阵，杀了数千名北莽骑兵。第8位刘松涛，刘松涛是100年前的江湖第1人，魔教逐鹿山第9代教主。刘松涛也是一位陆地剑仙，和李淳罡和王仙芝的境界只差了一线，处在陆地神仙巅峰。当年曾因心爱的紫衣女子被人陷害，遭受江湖中人凌辱，刘松涛怒出江湖，几乎将整个江湖都给屠戮殆尽。龙虎山请出3位祖师爷引动
用天雷都没能劈杀刘松涛。在烂陀山画地为牢数10年的他，变得半魔半佛。再出江湖时，一路东行，所向无敌，李当新也拦不住他。后去劝阻曹长钦和转入霸道的曹长钦一战，死在了他的手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